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指挥，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股市走势看上去继续是慢牛走势，市场全天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0.27%，深成指跌0.11%，创业板指数跌0.4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4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2500亿，全市场3100只个股上涨，2000只个股下跌，还是涨多跌少。你走势上看似乎是稳步向4000点迈进，但是这个要套多少人，现在很难说。这个经理人杂志报道说，这个7月13号 ，ST 苏吴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件告知书。认定公司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也就是说，这个 ST 苏吴连续4年财务造假，很有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又来一家这个弄虚作假的，要强制退市。如公司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有关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向公司发出拟终止股票上市事先告知书。爱企查 APP 显示，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法定代表人为钱群山，注册资本7.12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等。对外投资信息显示，该公司直接对外投资10余家企业，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版图涉及生物医药、投资等领域。连续4年财务造假，也就是说，至少在沪市已经祸害了4年了。现在才发现，现在这个村里面对这种财务造假盯得比较紧，一旦实锤，恐怕10有8九是要退市。所以给咱们散户其实也是增加了很多难度，或者说对散户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你买股票，你可千万不能选中这种弄虚作假的股票。现在提倡长线投资，你买了就别动，不能像胡一进老师那样频繁交易、追涨杀跌的，最后1毛钱也挣不着。选一只好的股票，你长线投资，保不齐3年以后赚点钱。这个现在村里面政府提倡的叫什么？就做耐心资本。但是这个有个前提，就是金融消费者。你可别选中了像 ST 吴中这样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在沪市是比比皆是，你踩雷的概率非常高。这个和10几年前、20年前炒股已经完全不一样。20年前炒股，你如果被套了之后，你就装死，装植物人，就地躺倒。你过2年，你再一看，风水轮流转，你那只股票说不定莫名其妙的它反弹了，解套了。垃圾股也有春天，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你看，你要买中了 ST 吴中、苏吴这种股票，实际上它叫江苏吴中，那你就完蛋了。它真退市，现在1年大概有50-60家退市了，今年恐怕还不止。今天人行公布了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和存款的一些数据。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7月14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其中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9万亿，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将近18万亿。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0.77万亿，就是将近11万亿，或者大概平均一个人增加8000。这个住户存款占人民币总存款比例达51%，这是2025年1季度比2016年40%大幅上升。这个就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家都往银行存钱，相比10年前，大家存钱的意愿、愿望是急剧的上升。那相对应的就是投资意愿非常弱。这个非金融企业存款仅增1.77万亿，说明实体经济也是投资意愿不足。这个反映的就是就业与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约58.3%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住户存款持续高增长是居民对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防御策略，需通过稳预期加强改革，打破越不敢花越存钱、经济越弱的这种恶性循环呢。所以当前政策重心应从货币宽松转向财政精准发力，重塑市场信心。按照专家的说法，那沪市上涨
是不是就是一种重塑市场信息？这个时候沪市涨，沪市摆出一副慢牛走势，你看成交量和这个指数配合的似乎比前一阵子要好看，是不是忽悠把存款搬家，让很多人让韭菜把钱从银行搬进这个沪市，能不能起到这作用？会不会有韭菜顺利入局？这个拭目以待。建议大家克制再克制，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昨天咱们节目好像介绍了，咱们根据 CCTV 根据官方媒体报道的一些骗局，我记得昨天介绍的主要是粗制滥造，这个9块9包邮的手机壳，铅含量超标，小孩玩的那些什么解压的那些弹力球玩具甲醛超标。所以咱们所谓的制造大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制造大国。专家说你买东西要买3C 认证的，我记得我的节目也说了，3C 认证也没用，一个3C 认证就能让质量好起来吗？这简直是做梦。你看还是官媒，咱们要看官媒的报道，不要看那些外媒或者是小道消息，那个唱空大国的蓄意抹黑的。咱们看这个官方媒体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你不能说第一财经日报是抹黑吧？他说 3C 认证充电宝为何仍不能确保安全？ 3C 认证为何失灵？说内卷危机下行业如何重铸信任？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有个一探节目，他说演变为一场整个充电宝行业的信任危机。这些已经通过 3C 认证的充电宝为何仍不能确保安全？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记者近日采访了知名电池检测机构多家行业供应链企业，深度解析安全危机背后供应链之困以及破局之策。大家看视频。100多万台充电宝被紧急的召回，民航局发布最严禁令。明明是个别企业的公关事件，为何演变成一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这些已经通过 3C 认证的充电宝，为何还不能够确保安全？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的电池检测机构。这次很多产品通过了3C 认证，但为什么会有自燃？它的本质并不是说当时那个测试标准没能够发现，它在制造出来测试的那个样本阶段确实是能符合标准的，但是符合标准之后，在工厂批量量产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这个生产的一致性的一些管控方面出现了偏离。送检样品符合规范，但是量产阶段却出现问题。为何执行同样标准的其他电子元器件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安全事件？专家把矛头指向了内卷。手机、笔记本也一直用这个标准，那为什么我们的手机和笔记本的行业就没有出现像充电宝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充电宝的门槛过低，然后呢，大家都在往那个内卷式的价格去竞争，就缺少一些这种资源上的一些投入，去确保它的质量和一致性，和保证它的这个安全体系。充电宝的行业到底有多卷呢？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的华强北，在这里充电宝的价格战已经白热化。是多少钱？40万，40。这有没有那个3C 认证？现在都没有啊，这种都没有。对，因为也是别人打上去的。对，那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一样的，都40元。这个现象的背后呢，其实体现出的是一整个行业结构性的问题。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2024年充电宝企业的数量相较于2020年已经锐减了近90%。记者第一步调研走访了充电宝上下游企业，其中隔膜作为电池的安全组件部分，它的价格变化是最为明显的。隔膜在整个电池成本只占2%到4%，但是隔膜对整个电池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组件。中国厂家进入隔膜行业之前，隔膜当时是按照15美金1平方，现在呢，国内已经卷到了1块钱以下。我们从电池的成本里面也从20%降到2%，在这种又关键但是整个价值量又低的情况下，整个上游呢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降价的诉求。从20%降至2%，隔膜原本是电池安全组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却在成本压力之下，它的重要性被不断的忽视。在如此重大的成本压力之下，各个环节如果忽略一点点，会都带来的可能是巨大的风险。比如说要求你的穿刺强度是多少，然后你可能是在正负多少之间有个波动是允许的，你没有合理利润之后，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标准有一些放宽，不同的点上去做放松，最终会导致整个产品质量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如果是你质量出现问题，有一个天价的罚单，我觉得没有人敢因为某些客户的要求去降价，然后导致自己的降低质量，也对行业内卷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那除了天价的罚单之外，那要进一步缓解行业的内卷，有供应商企业就表示，头部企业需要尽快来形成行业价格底线的共识。越透明的供应链，它存在这种价格竞争的，这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它其实对于这些材料供应商来说，那像电芯也好，还有可料也好，包括这个 IC 也好，如果他们要去面临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行业内还是要有一些代表性的企业跟客户去讲清楚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价格底线是在哪里。一整个链条不可能大家就是说把这个降到最低去牺牲质量，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早晚会出事的。当然，除了行业内部的努力，国家的监管部门也正在行动。我已经打开了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当我们搜索安普瑞斯之后，上面显示它的认证已经全部暂停。好，同时我们也搜索了罗马士，它的认证也是基本暂停。同时我们了解到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产品认证一部发布的通知显示，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形式试样样品由原来的企业送样，目前是调整为从生产现场抽样。目前电池的国家部门大多数以及聚焦在电池的整个产品的一些测试和评价方面，但对电池关键原材料的变化和变更，它的一些这种考虑有些欠缺。那我们是建议未来国家电池的标准化能够适当的考虑到对电池关键原材料的比重的一些测试和分析。同时我们现在的电池的标准呢，也缺乏对模拟我们现在很多电池的产品经过长时间的一个使用循环后能不能持续保证它安全性，也建议可以增加一些这种比如说高温旋盘寿命测试后再做一些关键的安全项目，以验证电池产品在老百姓使用2-3年后还能够保证这个安全。充电宝的失控本质是内卷化竞争对行业健康的侵蚀。面对乱象，监管部门果断的介入，行业内部达成价格底线共识，正是反内卷的必要之举，意在重建市场秩序，让安全和品质重回价值核心。从充电宝到手机壳到玩具，其实所有的产品都差不多。你往上追溯，内卷导致大家只能各战。打价格战只能是占成本，只能是以次充好，夸大宣传。所以我们这个好像已经说过了，说来说去根源在哪儿？如果你再往深里探究，为什么形成内卷？那就是分配，这个跟分配有关系。你大部分利润和大部分的钱进了大头，这就是分配不均。本来这个蛋糕就在萎缩，大头还要增长，那些小头真的越来越少。小头的蛋糕那份额越来越小，那大家抢的就越来越厉害。就这么简单，这是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也会没有门槛，没有技术含量，所以说这个竞争就非常激烈。大不了我抄，大不了我把你的拆开看看，我也照你的整。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行业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卷？就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冰箱、大彩电，对吧？谁不会？所有的讲的那故事细节、研发费用都是用在什么车载级、什么车规级、餐巾纸盒上面。这玩意儿你要是让其他同行听起来不是笑死啊？你的研发费用都用在这个冰箱上面，车载什么多功能什么家庭影院。所以说内卷一是分配，还有一个就是本质上你没有什么科技创新，没有技术含量，那只能卷这些东西。上卷供应商，下卷经销商，中间再卷自己的员工，把员工变成牛马，继续压榨，那不就这一套吗？所以你的员工到了海外，人家都说这是奴役；到了巴西，人家都说都看不过去。巴西是个什么发展水平，人家都看不过去，就你叫奴役。你靠这种手段抢得市场，成为第一，这个人家当然不服，所以人家就给你上关税。你还是搞点有技术含量的，让人家求着你买，你就是不卖给他。这些我们也有，但是太少。所以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内卷这些现象是不会消失的，只会越来越严重。你怎么调整都没有用。行业主管部门出来牵头整顿，大家不要降价，大家不要反内卷，大家什么压缩产能，这都没有用。你今天压缩，明天人家就偷偷的继续加大生产。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这个胡一进老师他写了一个微博评论这个 AI 技术，他说老胡今天去了一家朋友的影视公司，在他们什么 AI 团队开始系统学习 AI 技术，直觉告诉我 AI 是将对我们工作和生活中
产生互联网级别影响的新技术，老胡需要跟上，熟练掌握各种 AI 工具，为我未来的工作拓展提供支持。某种程度上，胡锡进老师这也是卷，都已经退休了，他还学 AI， 学 AI 干啥？有没有用在自媒体上面，用在这个雕盘上面？这不就是卷吗？你都退休了，国家每个月给你2万块，他还这么卷，还给不给别人活路了？这个年纪正好是端起相机大搞人体摄影的时候，他跑去搬起电脑，他学 AI 技术。你学习 AI 技术就学习 AI 技术，结果他也不好好学。他说老胡的新闻创作，包括视频原创，都必须坚持100%的真实性。这是他自称的真实性。AI 技术只能帮着做信息搜索和整理的工作。我有充分信心认为 AI 永远取代不了我本人。你看看这个学习态度好像也有问题，他就那么自信 AI 取代不了他。他说之前我问了2个国内语言大模型，老胡是谁，他们都回答说老胡是胡锡进。我让他们模仿老胡写段文字，写出的东西令我嗤之以鼻，我放心了。你看他学习 AI 的态度就这么一个态度。胡锡进老师这叫刻舟求剑，语言大模型随着他训练的数据越来越多，随着他越来越智能，他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现在写的模仿胡锡进写的文字，让胡锡进自己都读不下去，嗤之以鼻。但是再过2年，胡锡进就夜不能寐了。当然了，有一点胡锡进老师要放心，就 AI 它再厉害，它毕竟只是人工智能啊，它不能代替人脑啊，它就没有人的那种感情和温度。所以这个 AI 它是永远写不出老胡的那句我有充分信心认为 AI 永远取代不了我本人那里面的微妙的那种自恋。 AI 在雕盘这一块那是永远赶不上胡锡进老师的。胡锡进老师在官方抛出任何议题上都能360度无死角迅速接住原厂，然后再把它包装成老百姓的心声。这 AI 在这一块我看比较够呛，这个 AI 也很难做到上一秒还骂美帝，给美帝画红线，下一秒要忽悠理性，这种进退自如，这 AI 恐怕够呛，这不太好训练了。所以说胡锡进老师雕盘才是胡锡进老师这个护城河啊。也就是说胡锡进老师确实也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他，关键的时候肯定还得胡锡进老师亲自出手。也就是 AI 可以取代胡锡进老师这个90%的工作，或者95%的，剩下的5%还得胡锡进老师亲自来。这就有点像画龙点睛，龙 AI 替你画好了，但是那个点睛之笔还得胡锡进老师亲自来，否则的话就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温度，那种在舆论风口浪尖上左右逢源、进退自如的本事。网友戏称能驳倒胡锡进的只有第2天的胡锡进，难道能驳倒 AI 的也只有第2天的 AI 吗？所以胡锡进老师他好好的跑去他朋友公司去搞 AI 学习，表面上看是追赶科技潮流，实则满满的是充满了老胡特色，既要又要，既要拥抱 AI， 又不忘标榜自己是不可替代的。既说 AI 很重要，技术很超前，又说我很放心，他模仿不了我，顺带秀了一把爱国情怀啊。所以我认为 AI 取代不了老胡的是他那摇摆不定的态度和立场，他那风骚的走位。所以胡锡进老师还是多摄影，给年轻人让出一条路出来。你1个月拿2万的退休金，你在那儿跟年轻人卷，谁卷得过你？胡锡进老师应该响应政府号召去消费，把钱花起来。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